在地人在地前讲大溪乡公所为了鼓励乡民的加生囡仔，规划这个进展新生儿的礼金，为今年1月7开始，厝内若有生囡仔的乡民，拢会使去乡公所申请一个囡仔1万块的礼金。到目前为止呢，已经有70多个乡民申請過啊，希望講用這個方式刺激鄉內人口的成長。大溪乡107年度新生兒總出生數是124個人，109年減少咗116個人，人口數嘛一直減少。鄉公所規劃增產新生兒禮金來鼓勵生育，自今年度1月7日開始實施，希望透過政府育兒補貼以外加碼禮金，刺激大溪的人口成長。因为咱大溪人口数一年少，所以我们为了增加促进未来，就是大溪的未来人口数会在持续的增加那么编列预算。增产新生兒禮金是每一個囡仔就有1萬塊的禮金。鄉公所希望透過這個政策，會使減輕少年家庭飼囡仔的負擔。只要是父母其中一個人戶口佇大溪1年以上，或者是捌失智，閣搬轉來滿6個月，而且囡仔出世2個月內戶口登記完成，3個月內攏會使找父母雙方的身份證和囡仔到鄉公所的社會庫來申請。对，第一胎新生儿礼金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还不错，有帮助到，可以买小孩的东西这样。提供这个新生儿进站的礼金鼓励咱的配合咱的中央政策，鼓励这个大家加生一寡小朋友。偏乡地区的人口一直外流，就希望这个礼金会使刺激人口回流和提升生育率，让大溪未来更加美好。